再补充一下，诗篇71第22节到24节。诗篇71:22，我的神啊，我要鼓瑟称赞你，称赞你的诚实。以色列的圣者啊，我要弹琴歌颂你。我歌颂你的时候，我的嘴唇和你所属我的灵魂都必须欢呼。24，并且我的舌头必终日讲论你的公义，因为那些谋害我的人已经蒙羞受辱了。另外一处记载在约翰福音3章16节。3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以上。接下来是正道。今天所要正道的是，我要述说上主的全能。我将时间交给林龙朗牧师，来为我们述说上帝的话语。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现在我们要聆听神的话语之前，我要唱一首诗歌，叫做主导文，用台语来唱，作为吉德文。我们用心来做一位祷告。我的天的边，我的名是，你的国真高，你的旨的正，你的人亲像的天灵，我的一生。今仔日不管，啥物我含的辜负，亲像我要啥物辜负我的人，我的全完全的情叫叫。因为过完的应该不是你所有，太淡薄情，我们一同的祷告。主啊，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享受最美好的圣诞佳节，真是普世欢欣，万民颂扬。在你的爱里面，差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到世界，成我们的救主，所以我们能够成为神你的子民，何等的福气！感谢主，今天我们能够为了总会。退休传教师傅联谊会，为了退休的牧者一起来关心、祷告跟奉献，求主你保守这些已经退休的传教师。有些人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但有一部分还是在他们的居住的地方来享受退休的生活。有很多人。他们必须面对很多缺乏、软弱，求主你保守。
我们的祷告成为最大的祝福，让全台湾教会，因为承受过去神你的仆人建立的教会，从事的教会事工，仍旧让教会发展。感谢主，今天我们能够有这个机会在一起，将我们的生命、时间、金钱来做奉献的时候，求主你悦纳，要保守我们现在仆人要分享神你的话语，主与我们同在。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回应大一点啊，不要。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哇，要有声音啊！已经教会将近150年了。今天有一个在台中叫做爱人教会，这个时刻正在举行他们150周年的感恩礼拜。本来我受邀要在那个教会参与，但是我跟他说真抱歉，今天我老早就安排在泸州教会的讲道了。所以感谢主，今天能够在我们泸州长老教会已经也将近了，已经接近150年，也快了哦。所以我们的心呢，能够从现在就去回忆到，这个教会是谁创立的呢？我们知道是马偕这个伟大的宣教师，将他的生命从加拿大来到台湾这个地方，要立足，要成为一个宣教的根据地，希望能够成为台湾一个新的一页，带给这些百姓能够得到祝福与光明。所以当他进入淡水河的时候，看见到这么美丽的一个地方呢，他从心里面发出一个很大的感谢。This is the land， 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土地，他盼望能够将他的生命能够奉献，为这地方的百姓呢来做一些生命的奉献。所以后来他就在这个地方开始学习台湾的语言，跟一些年轻人或是放牛的小孩子也好，跟他们在一起学台湾话单位，后来也为他们做一些医疗牙齿的这个治疗的工作，后来将耶稣的爱福音传给他们。哎呀，弟兄姐妹，虽然有很多的挑战，也许人家会讲说这好欺负啦，这个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很多的排斥，但他就是克服那些困难，跨越很多的阶段，他才能够将耶稣基督的福音来传扬到那些当时百姓、小孩子的心目中，耶稣基督就是人类的救主。感谢主，当他要没几年回国的时候，因为他有做些野外植物学的学生小孩子的工作，他说我现在要回加拿大去，到来的时候我传扬的道，或者读了圣经或者唱了歌或者问了圣经里面的内容，你们都要去答复。那假如第一名的，我要给他多少钱？第二名给他多少钱？后来真的，隔年他就再回来的时候，很多小孩子就聚集在一起了。他要向他们考试发题其中一个最聪明的女孩子啦，我那个女孩子什么都会，什么都会，她结果第一名啦。后来那个第一名的就变成为他太太了。那个叫张聪明原本的名字叫做张昌那改名叫张聪明。那个张聪明就变成为马偕的太太了。哇，他带领他宣教，带领建立教会，60间教会，带领他创办马偕医院
做医疗的工作，还建立了真理大学的前身，还建立了淡江中学，还有台湾神学院等等，差不多29年，不到30年的时间，你看他走遍了台湾的东北，甚至到那个苗栗的地方，哇，这样的一种生命，听起来真的让人家感动动容到，哎呀，真是一个伟大的。难怪前天晚上有一对夫妇到教会1楼的地方，他说我们邮局，他就是现在新北市的邮局的一般假如公司说经理了，他来跟我说，我们邮局要出一个邮票，就是要用马偕的他的图像标示在里面，来纪念他的爱。我那位朋友，他像我这么说，最近要开会了，要做这件事情，他也深深了解马偕对我们台湾的贡献多大。弟兄姐妹，马偕来台湾第4间的教会就是我们泸州长老教会，第4间的教会。你看我们多么福气啊，能够享受到前人他们流泪撒种，我们欢呼收割，因为他们已经撒下福音种子，他们已经将他们的生命都全部投入下去，让这个福音种子能够在台湾的能够发芽，能够成长，能够结果子。现在我们能够享受，到教会很简单，到一个教会去敬拜上帝很简单，但是你知道那个过程是多么艰辛啊！真是前人怎么样？种树，后人呢乘凉。我们好像都在一个乘凉的时代啊，不知道前面的那些人怎么辛苦啊。其实后来马偕娶那个张聪明做太太之后，那个张聪明就是我的师母穆师娘的姑婆啊，因为他要带他的弟张聪明马偕的太太要带他的弟弟也要进入这个教会，但是因为在五股那个地方是一个大地主啊，很多田地农地很多啊，是一个大富人家。这个姐姐向弟弟带领来信耶稣，就给他说怎么样，弟弟啊，不要以世界为重，要以耶稣基督为重。后来真的他的弟弟就来信耶稣了。有一句话，虽然信耶稣，那个家族给他说，你去信耶稣，家族的田地财产都没有，要放弃。他真的放弃了。那个就是我的师母的阿公啊，阿公，他放弃一切财产，要信耶稣，而且呢要做传道人。所以当向马偕宣教课程之后，他毅然我要做传道人啊。传道人呢，他就来在我们泸州教会牧会。所以我师母的爸爸他自己的自传里面说，我出生在泸州长老教会。你看这么奇妙，所以今天能够站在这个泸州长老教会跟弟兄姐妹在一起，那是真大的荣幸。也回忆到前人他们怎么努力来建立这个教会。今天的圣经我们看到读到的时候深深的感动，因为这一篇诗篇就是大卫所写的，将他的整个生命来做一个回顾，也可以说是年老的诗了，老人诗篇了。
在所有诗篇150篇中间，从第1篇到第150篇，大部分一半以上都是他的炸作，大卫所写的，他去感谢、颂扬上帝的伟大，但是他也承认自己的错失，他有犯罪的地方，求主赦免。他也在诗篇里面歌颂，还有很多人去为人家祷告、批词、祝福，里面都充满他的感谢一生的经历，特别是诗篇23篇，哇，也是他在牧羊的时候那一种生命跟这个信仰结在一起呀。我们所喜爱的诗篇23篇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过，伊有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带我伫安静的水边。哦，那个都是在回顾到他年轻的时候，在野外牧羊的时候那种心境啊，那个心境来结在一起的时候，哦，他知道上帝这么爱他。虽然有时候呢，野兽要来侵犯他的羊群，他就会用他的办法，用他的力量去将那些野兽打倒、击杀，来保护羊群。这个就是说到耶和华上帝怎么喜爱我们每一个人，耶和华保护我们，让我们成为他上帝国里面一个子民，这个是何等的宝贵啊！大卫他做以色列王，可以说40年的君王啊，是以色列第2任的王。在这个王的中间，他圣经里面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上帝所喜悦的。虽然他有犯罪，他有错误，他承认他的罪恶，他的失败，他恳求上主能够洗净他的一切，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他大部分就是真的带领到以色列建立一个非常辉煌的一个国度，但这个国度在那个时代呢，能够成为神所喜悦，所以他是一个伟大的君王，他也是一个伟大的音乐家，他也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有很多神所喜悦的。当然下后代之后呢，出来一个耶稣基督出来了。弟兄姐妹，你假如坚守这个信仰，你假如能够在神的爱里面持守这个伟大的信仰，上帝一定会祝福你，会赐给你一个新的生命与开始。所以每到诗篇71篇，我就想到一首诗歌了。那个诗歌很短。当你老了，头发白了，水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电视机面前打盹，回青春。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加以我真心。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哎呀，那首诗歌就想到，哎呀，自己年纪也大了，人家会问林牧师，你年纪究竟多大？我常常说，我这10年前10年前。我觉得我从外表看起来将近80岁，听他的声音他们50岁，精神他们30岁，哈利路亚！哎呀，人不要以年岁为重，应该以我们的生命为重。你能够为神做什么呢？你能够上帝爱你的时候，你能回应上帝的爱，将你的生命在献上，将你的生命为主而做，将你的生命成耶稣说的，要做世上的光，地上的盐。光就是发亮，照耀别人；盐就是牺牲奉献。感谢主，每一个人能够像马偕这样牺牲奉献，让台湾社会能够建立光明，属于耶稣基督，让多美好！
所以他最后说我要死了埋葬在台湾，所以在淡江中学吧，那个台湾人的墓园，他是排第一位，第二位是他的夫人，其他的是他的孩子，一直接续下去。多么爱台湾，就是这么表现，全奉献生命。大卫，神的所喜爱的，圣经里面有合神心意的，神要用他，让我们建立一个辉煌、一个好的国度，来成为上帝所喜悦。虽然不完全，但是神就是要去用人的不完全，让他成为完全。有一次我去听到一个讲道，演讲，那个演讲者他是身障的，坐在轮椅上，他说一句话：马英九有权力，郭台铭有财力，林志玲有美丽。那时候我心里想，权力有一天会腐化，财力有一天终会消失，美丽有一天都会凋谢。那什么是永远长久呢？就是信望爱，有信心，有盼望，有爱心，它就是永远会存在。正如以赛亚书第40章第8节说：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上帝的话永远立定。所以感谢主，今天仆人能够在我们的教会与大家一起分享神的爱。虽然很多的过去的故事没有办法去叙述，只有为大家祷告，让今天的纪念主日叫做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这些退休传教师夫妇，这个组织这些退休的牧者关心奉献，让每一个人得到大家爱跟祷告的时候，退休的牧师他们就会得到力量跟安慰。我是去年2年都是担任我们这个组织的单位的一个最高的就是总会会长，深深知道这些差不多将近1100位退休人的处境，退休的牧师牧师长的处境，有我们信徒的加油、祷告、祝福、奉献给这些传道人，得到好像一滴水来量我们的舌头，那多美好啊！愿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奉献、祝福、祷告的手，来支持这个工作。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承受你的爱，让这个爱能够发扬。因为耶稣基督从天上到地上，带领整个世界走向一个光明的道路。感谢主，永远与我们同在。让泸州教会在这地方也得到你的保守祝福，让教会面临将近150年的时候，有好的计划来怀念、来庆祝过去马偕所留下一切的美好的福音的事工。感谢主，让我们泸州教会你的仆人、长子、弟兄姐妹能够同心合意的来兴旺福音。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回应诗，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请起立，我们唱整首。要赞美耶和华，在他的圣所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他的穹上赞美他。要因着他的大能赞美他，要因着他的荣耀赞美他，要因着他的慈爱赞美他，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他。我们要赞美耶和华，来敞开胸怀赞美他。
欢呼赞美他。我们要鼓瑟弹琴赞美他，我们来击鼓跳舞赞美他，我们有诗宣乐器赞美他，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他。请坐。接下来是奉献，请奉献的同工准备。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唱《一生爱你》。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金句。金句在周报的正下方，我们华语各读2次。请，我要来说主耶和华大人的事，我单要提说你的公义。我要来说主耶和华大人的事，我单要提说你的公义。诗篇71篇16。接下来是介绍新朋友以及报告。今天有新的朋友来吗？如果没有，我直接来做报告。本会消息，奉献主日，今天是退休传道师奉献主日，传福会差派林龙朗牧师前来本会证道暨请安报告，请大家感念退休传教师在宣教上的贡献，为宣教前辈们的退休安养生活关心代祷及奉献支持。我也再一次的谢谢林龙朗牧师。2、准备资料，教会各单位请召开同工会议，规划明年度2022事工的计划、预算，准备2021年事工报告资料的收集，在12月26号交件，一例小会审查2022年的事工预算及会员和会手册编制作业进行。3、1月2号下主日是联合礼拜，举行教会各团契首长的就任式，各首长请备办心出席就位。第4， 1月2号下主日将举行1月份的庆生会，请寿星也准时的参与。如果在周报上没有写到你的名字，请向干事提出更正。5、1月2号下主日礼拜，举行泸州教会社教150年的庆典座谈会，邀请长职跟各团契的会长干部，
主日学校长及圣歌队队长、团契的辅导以及有意愿和有兴趣的兄弟姐妹一起参与。6、1月2号下午1点半召开定期长职会议，请长职同工预备心出席。7、年度的查账，1月9号逐日礼拜后，本会检账委员与财务组同工将检查各单位2021年年度会计账以及现金的存款，敬请相关人员预备账册及账簿受检。各单位请款事宜，请汇集各项凭证向出纳请款，以利年度的结账工作进行。同工若有代办事项、代垫款项，请当月请款，勿隔年请款。12月21号利息的入账，12月30号前余额的回存是中会规定，股东补登在存款簿，敬请配合办理。8、第一季1至3月的服事轮值表已公布，请各同工及各所有服事的人员在时间上及日期上若有不方便，请自行与其他的同工做交换，并通知办公室来更正。9、合唱研习会，2月19号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半，在士林教会有合唱研习会，邀请圣歌队及喜爱圣乐的兄姐踊跃报名，这一切免费参加。1楼公布栏有填写的报名表，在1月23号报名截止。10、教会招募音控同工，请向干事报名，日后将择日举行音控的训练。11是星期三每天晚上8点有查经的祷告，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查考圣经。12周四每周四上午10点是松年团契的读经班，欢迎松年的团契的以及慕道友踊跃的参加。会计报告请自行观看。14欢迎新朋友今天的朋友大概都没有来，我们祝福他们。今天有新朋友来到现场吗？没有哈。团契消息，松年团契在今天礼拜后有在1楼举行例会，肢体相通，我们弟兄姐妹请共同的为他们祷告。接下来请起立，我们来唱祝福诗。唱完之后，请龙朗牧师为我们来做祝福祷告。我们唱整首541，将爱传出去，把爱传出去，传到街头和邻里，把爱传出去，无论刮风或下雨，把爱传出去，传到街头和邻里，把爱传出去，无论刮风或下雨。爱要分享，不要犹豫，快乐地传出去。爱要分享，不要放弃，把握机会传出去。把爱传出去，传到街头和邻里。把爱传出去，无论刮风或下雨。
咱的主耶稣基督殿，天父上帝听从，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间永世来无尽。阿免。